第六章，恁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样敢伫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判，无伫圣徒面前求审判呢？敢毋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互恁所审判，敢是恁未配的审判这个第一岁的事吗？敢毋知咱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就是安尼，恁若有今生的事着审判，是派教会所看轻的人审判吗？我讲这个话，是要互恁见笑。敢是恁中间无有一个智慧的人，会审断兄弟的事吗？恁竟然是兄弟甲兄弟的告状，而且告伫毋信的人面前，恁彼此的告状，这已经是恁的大错。为什么毋情愿受气呢？为什么毋情愿吃亏呢？恁反倒是欺压人、亏负人，况且恁所欺压、所亏负的，就是兄弟。恁敢毋知，不义的人未会承受上帝的国吗？毋通家己欺骗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乱党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、贪心、醉酒的、辱骂、劣色的，拢袂会承受上帝的国。恁中间也有人从前是安尼，总是现今恁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佮照着咱的上帝的灵，已经洗清去，真成称义啦。凡事我拢通行，总是无拢有益处；凡事我拢通行，总是无论倒落一件事，我总无受伊的限制。食物是为腹肚，腹肚是为食物，总是上帝要互这两项拢毁坏。身躯毋是为淫乱，就是为主，主也为身躯，并且上帝已经互主国活，也要用家己的能力互咱国活。敢毋知恁的身躯是基督的肢体吗？咱通将基督的肢体做娼妓的肢体吗？断毋通。敢毋知甲娼妓联合的，就是甲伊成做一体。因为主讲，两人要成做一体，总是甲主联合的，就是甲主成做一个灵。恁着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，无论什么罪，拢伫身躯以外，只有行淫的，是得罪家己的身躯。敢毋知恁的身躯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个圣灵是对上帝来的，踮伫恁内面，并且恁毋是家己的人，因为恁是同价买来，所以要伫恁的身顶荣耀上帝。